大家好，我係蘇神。今日呢條片咧，我一開始咧就要得罪人噶啦。所以咧，如果你想聽好話或者想聽人哋安慰自己買嗰層樓啦，唔好意思，你而家可以關片啦。因為我今日講嘅唔係安慰，而係拆穿。我先問你一個問題，你唔使答我，你心入面答就得噶啦。你最近半年有冇發現一件好詭異嘅事咧？就係你一打開 YouTube、Facebook、IG、小紅書，點解永遠都會見到同一個樓盤？無論你點查，華發觀山水都會彈出來。多到一個咩程度呢？你會開始懷疑係咪真係咁多人買？係咪得我一個人唔識貨？係咪我唔買就會走寶？而今日呢條片呢，我就係想慢慢同你講清楚一件事：網紅樓盤唔等於佢好，一個樓盤鋪天蓋地，往往代表佢真係好需要人接。我先講下我嘅立場，我一向對網紅呢兩個字呢係非常有戒心嘅。依家網紅呢唔係中性詞，係一個危險嘅信號。網紅餐廳你試過未？排1個鐘頭，你食完心諗就咁。網紅景點你去過未？影完相可能你3分鐘呢就想走人噶啦。而依家網紅樓盤呢係最陰毒嘅，因為呢你唔係用一個晏晝去驗證，你係用幾十萬、上百萬去賭一個將來。而華發觀山水呢就係教師級別嘅網紅樓盤樣板。點解我會話佢係專收割外地人，尤其係香港個街坊呢？因為佢嘅賣點全部都係為香港人度身打造嘅。第一刀直接劈落你心口咁，面積大，價錢平，中介最中意點講？60幾萬、70幾萬就可以買到90幾、100平方，即係成千尺。香港你可以買到咩？呢句話呢已經 KO 咗90%嘅香港街坊，因為你一對比呢，你就開始唔理性。唔再睇城市，再唔睇地段，再唔睇配套，你個腦袋只剩低4個字：好大好抵。而我今日咧就要同你講一句好殘忍嘅真話：買樓從來都唔係買面積，而係買嘅係咩呢？買嘅係地段、城市、配套、人口、流動性，同埋你將來會唔會有人肯接你呢一手？面積咧只不過係用嚟呃你衝動落單嘅數字。好，咁我哋依家唔講 feel， 講現實。華發觀山水喺邊？喺中山嘅三興鎮，聽落好似好正常咁，係啱唔啱先？但重點唔係三興，重點係三興鎮嘅邊緣位，白石村一帶。我同你講，內地嘅邊緣咧，同香港嘅偏少少咧，完全係兩碼事。你日頭去睇樓，中介一定醒，點醒咧？佢一定會帶你從最靚嗰條路入去。鏡頭永遠係向內影嘅，山景、園景、湖景、會所、游泳池等等，影嘅好似度假村咁。但你只需要做一件事，你自己揸車兜一圈，或者用無人機拉高個鏡頭，你睇到嘅係另一幅畫面。咩呢？石材廠、塑料廠、貨櫃車同主幹道呢啲，灰塵、噪音、大卡車一樣都唔少。我唔係話呢啲地方唔可以住，我係話佢同中介 sell 俾你嗰種度假生活係兩碼事。好多人同我拗，蘇神佢好正噶，正係正。我想問你一句，你老咗，你想係正呢，就係想方便。你有冇諗過一件好簡單嘅事？你落樓食咩？最簡單嘅一樣嘢，你而家拎起手機，打開美團嘅 S。最近嘅外賣1公里打底，好多商家咧都係3-4公里嘅，出名嘅都好或者好食嘅，好多都係7-8公里。最近嘅街市普遍得3-5公里，例如北上市場、沙灣市場。你諗下咁多公里行路，梗係行唔到嘅，揸車都要7-8分鐘。咁樣係度假養老咩？退休養老落樓就可以買到杯咖啡嘅。夜晚行出去就可以食到個宵夜嘅，唔使揸車出入就可以買到個餸返到屋企嘅。而你要記住一句話，越偏嘅地方係越需要配套嚟普及。而華發觀山水咧，有咩普及到嘅？你心目中有條數就 OK 噶啦。好，跟住有人話蘇神，我唔生仔，我唔理學校。我每次聽到呢句話咧，我都想嘆氣。你買樓咧，你自己唔生仔啫。但你賣樓嗰陣咧，就控制唔到接盤嗰個人有冇仔嘅啦。
學區差就等於直接封死咗一批本地嘅需求。你問下本地人，佢哋會唔會為咗小朋友入呢啲學校專登搬入華佛觀山水？答案就係，其實你一早就知。而真正最殘忍嘅都唔係環境，唔係配套，係二手市場。我唔理售樓部講過咩，我依家只睇數據。依家網上掛緊嘅二手咧有200幾套，3個月先係成交咗3套，而且咧近2個月係冇成交嘅。大家可以睇下呢張圖，最新嘅成交價4000幾一平，而你依家入手嘅最起碼都要6000幾、7000幾。你諗下，你未入住就已經輸咗幾年嘅人工。呢個盤咧係超級大盤嘅宿命，盤一大咧供應永遠係多過需求嘅，一跌咧就一齊死。點解呢個樓盤可以咁紅？又可以支撐成個華佛觀山水嘅銷量嘅？其實咧只有一樣嘢，就係外地客，尤其係香港嘅街坊。點解？因為佢配合咗3樣嘢。第一，香港人對內地嘅信息差；第二，直通巴士製造好方便嘅錯覺；第三，高佣金、團購費、裝修費，搞到中介癲晒嚟 sell。Nail big。好，跟住我一定要講嘅一樣嘢，亦都係最多人唔敢公開講嘅直通巴士。我講到口臭啦，但係我都要繼續講。直通巴士咧唔係交通工具，直通巴士咧係銷售工具。OK， 可能有啲朋友理解唔到，咁我舉個例子，唔知有冇街坊去買個新樓，去售樓部嗰陣咧，石 Q 好似個軍人咁，後生又大隻。到你收樓入住嗰陣咧，咦，變咗個樣喎，50、60歲嘅大叔，佢睇住你嘅安全咧，就係你睇住佢嘅身體咧。呢個係咪好生動、好有形象咧？直通巴士咧，佢嘅功能咧唔係方便你嘅生活，係方便你落訂。你唔信唔信？招個盤唔好賣，直通巴士一定第一時間增加班次，一到樓盤賣得七七八八，班次咧就即刻減少，甚至取消。坦洲咧就已經發生過啦，唔係傳聞，係事實。買之前咧巴士到樓下，買之後咧你自己諗辦法。而你咧一冇直通巴，先真正感受到呢個位置偏唔偏。再講團購費，我知一講呢樣嘢咧就會有人唔舒服，但我要講清楚，團購費咧唔係你有着數，係你有風險。佢嘅本質係咩咧？將部分嘅房價轉移到台面下面。你當時可能覺得自己買平咗，但你轉手賣嗰陣咧，稅照計足，差價自己吞咗佢。仲有一樣就係高佣金。我唔反對中介賺錢，但我反對用高佣金去推呢啲垃圾資產。永遠高佣金只有一個原因，就係難賣。如果真係好本喎，使唔使俾咁高佣啊？講到呢度咧，我想同你對比一個你熟悉嘅樓盤，錦繡海灣城。當年賣嗰陣咧，一樣係大平近海，環境好。依家咧二手價出租情況到底如何？如果你有興趣嘅，大家可以睇翻我上一條片，裏面講得好清楚。歷史咧永遠唔會完全重複，但會高度相似。而華發觀山水咧，依家正正就係行緊同一條路。我唔係你買咗一定死，我係話你買咗之後，最起碼知道自己買咗咩。如果你落咗訂嘅，自己冷靜下諗清楚，退得就退，退唔到嘅就當交學費，唔好再加碼啦。因為最害怕嘅唔係你買錯咗一次，係買錯咗之後啦，仲繼續中埋個頭落去。我的天哪！我唔識同你畫餅，專俾你睇真相。所以咧，屏幕前嘅你覺得值得俾個 like 嘛？或者評論區打上精神2個字，係對我一個默默嘅支持。Thank you。好啦，廢話唔多講，咁我依家繼續講落去，講到最關鍵、最多人唔想聽，但又最係現實嘅一部分。我啱啱講到華發觀山水真正支撐成交嘅唔係本地人，係外地人，尤其係香港街坊。呢樣嘢咧本身就係一種危險嘅信號。記住一句鐵啦，一個地方咧，如果連當地人都唔買嘅，只靠外地人撐，基本上咧都唔會有好嘅結果。呢句說話咧唔係針對華發觀山水，我講緊嘅係一個已經重複咗10幾年嘅歷史。你諗翻惠州嘅商業灣、龍門嘅溫泉別墅、中山嘅錦繡海灣城、
坦洲一堆所謂嘅灣區盤，想當年賣嗰陣啦，邊個唔好？每一個都話自己係下一個機會，結果呢，你依家叫當地人再接翻，你睇下佢睬唔睬你？而華發官山水呢，依家正正係行緊同一條路。我依家同你拆解一個概念，咩叫做超級大盤嘅慢性死亡？好多人諗唔明，點解一個盤可以賣10年嘅？好多中介會同你講，大盤規劃好啊，人多，慢慢咧就會變成成熟社區。但用一句好直白嘅話同你講清楚真相，你賣10年都賣唔晒嘅，通常唔係因為太好賣，而係根本唔好賣。你試諗下，一個地方如果真係好啊，本地人一早就消費晒，根本輪唔到你坐直通巴士過嚟揀啦。再睇翻成個項目，華發官山水佔地44萬方，建築面積近100萬方，分3期開發，有別墅有洋房，貨量多，全盤咧總數6493伙。呢啲數字咧可能對你嚟講冇感覺，但我同你翻譯一次，意思就係你今日買嘅呢間屋苑咧，將來10年將唔停有人同你爭住賣啊！你想升值，對唔住，後面仲有貨；你想賣，對唔住，你嘅二手要同一手咧打 PK。最殘酷嘅地方係咩咧？當市場轉入嗰陣咧，發展商第一時間一定唔係保住你嘅二手價錢，佢會點做？降價促銷，送裝修，送家電，搞團購，輪番上陣，而你咧只能乾等。所以咧，你依家見到4000幾1平方嘅成交，唔係偶然，係必然。好多人問蘇神會唔會有個別嘅人係急住買㗎？我話俾你聽，急賣多咗，慢慢就變成咗市場價。如果真係少數啊，價錢使乜壓得咁低啊？當一個樓盤一手仲賣緊7、8千，二手咧就已經賣緊4000幾啊！中間嗰條紅勾咧，就係你將來要填嘅嗰個氹啦。好，我再同你講一個香港街坊好易瀨嘢嘅，就係別墅嘅情意結。我發現好多香港嘅街坊一聽別墅，理性係即刻下線，因為你喺香港咧一世咧都未必住過別墅。但你要搞清楚，內地好多所謂嘅別墅，只不過係低密度嘅住宅，疊拼連排只不過係普通住宅改咗個名啫。同大家普及下，別墅咧普遍係一棟樓分上中下3套或者上下2套，即係如果你住緊1樓咧，樓上咧有1套或者2套單位，都係價錢最平嘅，總價咧一般係普通住宅嘅2到3倍。連排咧基本上係4連排起步，6連排、8連排。即係如果你住緊中間嗰套單位咧，隔籬鄰舍咧好幾套單位同你連埋一齊，導致咗嗰個採光私密性咧係極差嘅，總價咧一般係普通住宅嘅3到5倍。你要諗清楚3樣嘢：第一，地權係咪你嘅？第二，毛坯自己係咪接受到？因為90%以上咧呢啲產品都係毛坯，使咗200、300萬買落來咧，分分鐘係洗濕咗個頭，仲要使多100幾200萬落去咧，裝修成本咧就差唔多去到500萬，日常嘅維護成本加上物管費咧，每個月都要10000多蚊，自己係咪可以負擔得起？第三，將來賣唔出咧，每個月咧白交幾千蚊嘅物管費，接唔接受到？呢啲問題咧，我相信好多人都冇諗到，所以咧結果係點？賣唔出又租唔出，直接係損失咗幾百萬，同掉咗啲錢落鹹水海有咩分別？咁咧每個月交幾千蚊物管費啦，同你養多個親生仔又有咩區別？屏幕前嘅你哋有冇深中其害嘅？歡迎評論區裏頭打出嚟，同大家分享下。Thank you。我依家想同你講一件事，可能刺耳，但係一定要講。點解咁多香港嘅街坊啦，會一而再、再而三跌落同一類型嘅灣區網紅盤啦？唔係因為你蠢，亦都唔係因為你貪，而係因為你太想逃離依家嘅生活啦。呢句話咧，我係認認真真講嘅。你喺香港住開係咩？細、貴、逼、壓抑。你唔想投資，你只不過想唞翻啖氣，有個安樂窩啫。所以當有人同你講60、70萬，有山有水，有會所，有花園，退休嘅天堂喎，你到入面啦，第一時間咧諗嘅唔係計數，而係鬆一口氣。你開始幻想朝早起身飲茶，黃昏散步，朋友上來燒嘢食。哇！而中介博主網紅就咁精準地利用你呢種情緒，但問題就係
樓價從來都唔會同你講情緒，而係同你講結果。結果係咩？結果就係當你冷靜落來，當你真係住過，當你真係想賣，你會發現原來呢個盤根本冇本地嘅一個需求，原來二手真係賣唔出過去㗎喎。原來咧生活唔似自己諗嘅咁樣嘅，但去到呢一步已經太遲啦。所以我成日話香港街坊咧買內地嘅樓咧，最大嘅敵人唔係市場，而係自己嘅幻想。而華發官山水咧就係一個極度成功、極度危險嘅幻想製造機。佢個成功咧在於包裝得好，視頻拍得靚，賣點咧啱晒香港個街坊。危險就在於幾乎完全唔靠真實嘅本地嘅需求來支撐嘅。我講一講，你一定有共鳴嘅一個畫面。你去睇樓嗰陣咧，天氣好，巴士直達售樓部好熱鬧，你會見到香港口音廣東話喎，甚至有人會同你講我都係香港來㗎。你會唔會覺得好安心？你會唔會覺得咁多人買唔會錯㗎啦？你有冇諗過一件事？如果買嘅全部都係同一類人，咁咧將來賣俾邊個？賣俾下一批香港客？可能市場仲有新嘅故仔，但故仔一旦講完，剩低嘅只有現實。而現實就係當地人唔接，價錢會繼續下跌，你根本走唔甩。所以我成日話判斷一個盤最簡單嘅公式，本地人買唔買？如果答案係否定嘅，你後面所有嘅優點都要打一個問號。Later. 而華發官山水咧喺三鄉鎮嘅本地人心目中，從來都唔係首選。你可以問下當地人嘅，有錢嘅都會買珠海啦，一般嘅都會揀中山嘅市區、石岐、東區或者西區呢啲地方。好少人會話，我會第一時間揀華發官山水。咁點解佢可以賣10年呢？因為佢一直有外地血輸入。但任何一個資產啦，一旦靠外來血續命嘅，你就要問一句：血會唔會停啊？咁家陣嘅時勢咧已經好明確，內地嘅樓市整體轉向咧係唔得嘅。咁港人開始收緊啦，咁咧佢嘅情緒同埋人口嘅紅利咧都逐步開始退潮。你見到嘅就係二手價先跌，成交量先死，一切都係先兆。講到呢度咧，我知道一定會有人唔開心，佢話我唱衰，佢話我阻人發達。但我只想同你講清楚一句重要嘅話，我唔需要你信我，我只需要你買咗之後唔後悔。因為我做呢個頻道咧，唔係靠賣樓食飯，都唔需要你跟我買邊一個樓盤，我只想你諗清楚一件事。你買內地樓咧，唔係因為你想逃離香港，而係想改善自己嘅人生，可以享受到更好嘅退休生活。如果一層樓令你十分被動，無論佢幾平，都係貴，要慢慢靜落來，諗清諗楚。而講到呢度咧，我都想引出下一期。因為我知道一定會有人問蘇神，咁到底邊個樓盤係值得睇㗎？咁下一條片咧，我會講清楚邊啲樓盤即使貴少少、細少少，反而安全得多。唔係因為發展商嘅名氣，而係因為城市嘅邏輯。如果你唔想再做韭菜，如果你想真正睇得清，如果你唔想再用10年嘅時間去驗證一個錯誤嘅，咁你要記住我今日嘅一句話就得啦。樓市唔揭機會，揭嘅係清醒。我係蘇神，一個專講中山退休古仔又直擊樓盤陷阱嘅後生仔。記得 follow 我嘅 channel， 順便轉發俾你身邊想喺中山買房嘅朋友。再次多謝你睇到最後，買得慢，住得耐，退休好穩陣。